始啦。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見到有4支龍咧起動比較快，係5號龍咧就係比較慢一啲嘅啫。1號咧，我哋見到永利澳門 B 隊啊。2號咧就巴打聯體育會，3號銀河鳳凰，呢3支龍係比較快嘅。咁啊，而家我哋見得到啦，3號、4號都係比較快啊。3、4啊，3號啊，呢個銀河鳳凰同埋呢個4號咧，浩天龍的心咧係比較快嘅。而家見到2號咧，巴打聯體育會同埋1號啊，永利澳門 B 隊咧，亦都係上埋嚟㗎啦。咁啊變咗咧就係3支龍喺度鬥緊，3號應該有機會㗎啦，睇嚟。係啦，冇錯啦，3、4、2、1啊！